大家好，我是谢雷，我是金子。今天难得消遣一下，我们去苏州的绿宝玩彩票机，阳光明媚啊，不知道今天能赢多少奖品。朋友们看啊，眼前这些机子全部都是彩票机，看这么多彩票，出来了好多彩票，这些全部都是玩彩票机的。这里小朋友在玩。可能很多人对这个彩票机不了解，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下。基本上每一台机子都是1块钱一局，这种机器现在年轻人玩的很多，基本上是1块钱人民币一个币，就是你投了之后要在这些游戏当中赢得彩票，然后用相应的彩票可以去换不同的东西。现在带大家看一下礼品区，这是小孩的礼品区，你看2300张彩票换这个玩具。这里是一些比较大型的物件，你看27000票。1万多票，换这些，还有什么摄像头、鼠标、微波炉都能换。像彩票机啊，分为职业彩票人和业余彩票人。职业彩票人就是说，假如你花了500块人民币去玩这个机子，那么你所拿到的彩票去换的这个礼物啊，价值肯定是要大于500块，这个就说明你赚到了。那么业余彩票人呢，就纯粹是玩玩，那可能你投入500块，最终你换的东西还不止50块钱。这就图一个开心，中间这个过程。那我和镜子呢，就属于中间的吧，不赚不亏。今天我们花100块人民币，100个币，看看能出多少彩票。来吧，镜子你先来。塞的时候你看好，要这个东西过来的时候，你再把这个钱投下去。来，哪个东西过来的时候？这个，你看，就是要，哎呀，那。要投到那个里面。对，要投到那个里面。对，算好。哎呀，没事，再来好了。你看到现在这个地图，我们走到最后一站就是大奖。能不能推下来一点看看？哦，来了，我们的彩票来了。推落这个是500个彩票，这个是1000个。Later， 半个小时100个币结束，虽然赢了很多彩票，但是大奖没拿到。来，镜子拿一拿彩票吧。不过瘾，再玩50块钱。换了一台机子玩这个，就是要投这个币啊，从这里过去，要穿过它那个洞到达后面的那个洞，这样才会有奖品。看啊，哦，进了。来，镜子你看好，来。哎呀，你这个扔早了。哦，进了。还是要等上面的大奖，要连续穿过去几次。是不是又进去了？哇、是不是又进去了？哇、来了，刚刚那一把，哇！对，还是要玩会玩的机器。进了，来了，抽奖了，5个，来了10个，哇！看看今天的成果。说实话，小朋友来玩基本上就是送钱图个开心。今天整整1个小时，战果颇丰啊！当，我看了一下，里面换一个100多块钱的煎锅是1700票，那么如果换了这个煎锅的话，还剩1000票。今天花了150块嘛，所以算一算的话，基本上没赚没亏。中午来西贝吃一顿中饭，这边生意也蛮好的。赶紧，蒙古的奶酪饼来了。再包菜噻！这个店跟我们上次吃的那个楼兰有点像。我的座右铭：不求大富大贵，但求开开心心、平平安安，就这样一辈子。